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6月份的最后一主日，上时嘛是咱伫2020年顶半年的最后一主日。咱有缘大家聚集伫教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特别伫即个肉粽节的连假中间，咱有缘会当持守伫礼拜。 倒来到伫教会来聚会的时阵，也愿上帝的恩典、疼痛临到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欢喜，进入到伫下半年来继续伫上帝的引带中间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咱就三角同心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做阮年冬的冕旒。 通互阮伫过去的半年的时间，虽然阮有拄着无限的试验，却是上帝你的疼来成做阮的帮助甲保守。虽然有侪教会也因为安尼来暂停聚会，或者是用网络来做放送，但是上帝你互阮淡水教会伫过去这半年的时间，大家来遵照 政府和教会的建议，持守伫防疫的生活内底，互大家伫每一个主日有缘会当组织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阮感谢你的疼，哪会遮尔大，欢喜喜乐，互阮淡水教会。阮也求你继续来帮助阮。 互阮勇敢向前，迈入伫下半年，通互阮伫过去半年的时间，虽然有侪事工来做暂停，但是伫下半年，阮的确要亲像鹰鸟来体势飞悬，嘛通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扶持，互相来祝福，通伫新的下半年度来继续领受上帝你的恩典。 因为上帝，阮求你的圣神，担嘛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伫今仔日要来通过马太福音书第10章40节到42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 咱多谢拄则尤伦之师所带咱共读的圣经，会当看起着讲，伫顶礼拜咱所共读遮的圣经的内容内底，顶礼拜咱看起着门徒因爱进入到伫人群来宣扬福音，确实因会面临着排斥，面临着拒绝，但是嘛是有甲因接纳的人。 所以换一句话讲，咱会当看起着讲，面对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需要有耶稣的鼓励来互门徒通伫逆境的中间来服侍，通过安尼来接待门徒，等于是接待耶稣，因为接待耶稣这款的行为，等于是接待找耶稣来的迄个上帝。所以咱要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来成做咱的帮助。 来做伙思考，亲像今仔日个圣经讲的，接纳护者的细囝。所以咱要做伙来看今仔日咱的金句，咱来甲投影片来看下一张。咱做伙来看黑色的字体，咱做伙来甲今仔日个金句，咱连续来甲读2遍，用台语，咱做伙来共读3来。接纳恁的，就是接纳我。 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的。过来一遍来，接纳恁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的。感谢主。今仔日个经文真短，40节到42节，短短的3节。但是咱看起着有一个真关键的字不断的出现，这个字咱通看起着接纳。 接纳这个字，伫希腊文真有意思。那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伊所代表的是一个接待，
或者是相信。所以换一句话讲，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咱通看见着讲接纳即个动作是有认同福音的意思。所以即字若放伫圣经的中间来看，会来去连接伫约翰福音书13章的20节，也就是当即个耶稣甲遮个学生洗脚了后，耶稣嘛有伫即个现场来讲起着类似甲40节共款的话。所以咱会通看见着讲，今仔日耶稣伫遮对学生的教导，就是讲，当因去传福音的时阵，接纳这代表讲对人有热情，然后对事会当有好的态度。所以伫马太福音书来看今仔日的即个动作，其实无生分，因为对着犹太人来讲，因真清楚会当知影讲，若接纳使者，就是接纳差遣的本人。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包括拄则咱所共读的圣经内底，有看见着先知也好，义人也好，甚至学生也好，这拢是属于善良的人。所以若简单来解说，有的人会来提出讲，这是来指出讲，这是一个优秀，或者是讲较杰出的基督徒。对遮来延伸出面对着智微世的一个迄个态度是啥款？所以伫今仔日耶稣来用42节来比喻着讲，今仔日咱若面对着学生也好，或者是讲你摕华语的圣经，则讲细囝也好，这就是咧讲起着，虽然面对着智微世的一个，你就算摕一杯冰水互伊，这拢是真做接纳耶稣的一个动作。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无论是接纳什么款的人，上帝的报赏拢会临到伫即个中间。所以智微世的一个，嘛通真做伫上帝计划的中间占伊真要紧的部分。所以耶稣的教导嘛伫遮来强调，接纳代表任何人拢袂使被看轻。所以咱看今仔日即短3节的经文内底，其实互咱真趣味，会当去思考。其实伫顶礼拜的经文，对24节到第39节的经文，咱通看见着讲，耶稣一直讲毋免惊，但是毋免惊啥？那如果咱甲顶礼拜的经文来做一个整理的时阵，当耶稣呼召12个使徒来甲12个使徒讲起着白十字架的代价了后，耶稣伫遮咧甲咱讲起着，毋免惊，无得惊，无得惊死亡。恁出去到传福音的时阵，毋免去惊，因为耶稣的安慰甲鼓励，要互门徒知影，面对着困难的时阵，上帝会保守。但是，当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看的时阵，咱看起着讲，上帝耶稣伫遮咧甲门徒来提醒着讲，当因面对着困难的时阵，上帝的保守嘛会临到伫即个中间。但是咱来注意看，到底上帝的保守是啥？这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会当先来做了解的代志。特别伫马太福音书，奖赏、报赏是不断的出现。我想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绝对袂因为要得到什么代志，才去军队耶稣，是颠倒因为咱军队耶稣的时阵，来得到咱所想象袂到的物件，临到伫咱的时阵，迄个稳定来成做一个保障。所以接纳耶稣的学生，或者是接纳迄个智慧世的耶稣来将迄个报赏临到伫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阵，换一句话讲，做门徒的代价真大，但是做门徒这个身份真要紧，因为门徒的身份来连接伫天父上帝。迄个意思就是来甲咱提醒，迄个智慧世来互咱明白着讲，当咱要来去
传福音的时阵，做耶稣的门徒，就算你是迄个姊妹世，拢通得到众人的接纳，因为伫传福音的中间是无分大细汉。所以今仔日咱看起到即个经文内底咧，甲咱讲即个姊妹世的即个角色，也是即个身份，那用咱现代人的形容词，这叫做小人物 ，nobody， 小人物。所以当你摕一杯冰水来互遮个细囝来啉的时阵，就通得到奖赏。所以耶稣伫遮咧讲，恁为着我来互即个军队，迄个姊妹世一个所做的，就是我为着我来做。伫整个的马太福音书，特别伫第10章来延伸到伫马太福音书的25章，上帝耶稣咧讲起着上帝伫即个天国的譬如审判的时阵，来提起着讲，恁若做伫姊妹世迄个，就是为着我来做，就是咧强调讲，咱毋是因为迄个身份的地位来去评估即个福音基督的轻重，乃是你有专注伫基督福音的价值啊无，毋是用你的身份来去决定讲，即个福音到底有价值，是到底你有专注伫福音的顶面来去互福音来表现出价值。所以，即个接待之所以会当有意义，就是会当转来到伫上帝的厅内底，来互整个遮信仰的行为，来互基督福音来有价值。所以，耶稣会来对门徒来讲遮的事，其实互咱会当有做一个思考。当我咧读这段圣经节的时阵，我一直咧甲这段圣经节相应，因为这节圣经节足趣味，到底伊咧甲耶稣咧甲学生咧讲啥？所以伫迄个相应的过程内底，我感觉讲这段圣经节，就那亲像耶稣咧提醒这个学生，你进入到伫人群的中间，你爱去面对着人情的冷暖。你面对着人群的时阵，你爱去面对着人情的冷暖，嘛是代表讲整个环境的现实和人的心态。真侪人会掠做讲，若会当接待大人物，会当真风光、真请赢，因为大人物所讲的话是金言玉语，所以大人物值得咱去接待，但是真侪时阵小人物就无值得来被提名，甚至会被排斥和忽略。所以咱若甲这段经文提转来到伫现在俗世的价值观来看的时阵，其实互咱有做一个真大的觉醒，就是讲，当咱咧看待人也是代志的时阵，难免会用关家、送香好价，或者是有出名无出名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是耶稣伫遮咧讲迄个报赏，嘛是咧甲学生提醒，爱专注伫福音的宣扬，爱专注伫找见你的天父上帝，毋通因为世俗的价值观，伫遐为着遮个名声地位，为着要得到更较好的接待，来袂记即对天父上帝遐所来的报酬。若是安尼讲的时阵，会当互即段经文帮助咱做重新去看。
帮助咱重新去看见着讲，这段经文到底要甲咱讲啥？所以这段经文，我真好胆来去甲伊连接伫创世纪第2章的第3节。创世纪第2章的第20节、第3节，甲咱讲，祝福你的，我要祝福因。因为经文的本身就是要传达天父上帝，伊要恩待一切属于伊的人的报酬。因为当咱用咱人生的吊命去祝福别人的时阵，其实嘛通看见着讲，伫这个中间，咱嘛是咧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咱若甲创世纪甲今仔日的经文放做伙来看的时阵，其实咱会当看见着讲。其实，伫遮咧讲起着迄个接纳，伫希腊文的解说内底，足侪才会解说其中，就是咧甲咱讲，迄个人甲人之间，迄个好的关系，关系之间的相连。通过安尼来，互咱知影讲，人甲人互相之间的接纳的时阵，会当彼此来服侍。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当拄则一开始牧师讲的，即个接纳来去看约翰福音书，耶稣帮学生洗骹，迄个接待，就是人谦卑伫人际关系的中间，要来甲迄个上帝的疼来甲伊表达出。所以伫今仔即个经文，才咧甲咱讲，迄个接待，迄个接纳，就是人甲人之间迄个相信。会当伫迄个彼此接纳的内底来互相侍奉。各位兄弟姊妹，伊今仔日个经文其实真有意思，互咱重新去思考，伫现代的咱，敢有才调来彼此接纳、互相来侍奉？伫咱面对着这次肺炎的影响，全世界的情形拢真无妥当的时阵，只有咱的国家台湾得到真大的帮助，因为咱会当保护咱家己的常识，嘛进一步会当来成做其他国家的祝福甲扶持。所以，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5月份的时阵，有来做一个动作，伫国际上叫做台湾 Can Help。台湾会当做啥物？伫卡顶面这张图是咱前的总会议长，到伫英国的办事处伫遐来捐献1万领 PE 的防护衣，要寄到伫英国教会，互英国的教会会当来奉献互伫英国当地遮医疗的照顾的机构。其实伫即个台湾 Can Help 的即个动作，伫总会的新闻稿内底，伊来讲起着讲。其实，英国教会甲台湾教会，伫100几年前，咱就有真密切的关系。因为英国的宣教师来到伫台湾做宣教，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英国的教会甲医疗照顾遮的机构有需要的时阵，咱对着因的帮助。就那亲像早期英国的宣教师对台湾人的协助共款，所以咱伫无共款的时间、无共款的情景内底，却伫信仰的内底互相接纳、互相侍奉。咱所做这一切，拢是为着天父上帝。所以。现在的教会，伫人道主义这款的管道来实践信仰的时阵，来接待迄个至美式的一个
其实我感觉讲，上帝伫即中间，互咱上大的奖赏，就那亲像圣诗485首，圣诗485首其中的歌词讲：恳求上帝，你踮伫阮的中间，赞阮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上帝互咱的奖赏，上帝互咱的信心坚定，互咱会当完全接纳来实现疼痛的人生。所以台湾 can help， 到伫咱淡水的时阵，正做淡江 can help。咱伫顶礼拜淡江中学的毕业典礼，咱教会的黄怀恩执事，伊伫即中间来邀请淡江中学的师生，做伙会当来捐献喙罨，会当到伫加拿大。所以黄怀恩执事伊伫遮，伊来用一个老师的角度，伊来甲大家解说啥物叫做高粱。所以怀恩执事伊就来讲起着过去有得高粱有侪只的高粱，包括现在伫咱中间的路易斯，应该爱叫伊做干高粱，但是伊真亲切爱人大家叫伊路易斯，所以大家对高粱的即个用词，或者是讲即个使用的即个方式，大家愈来愈清楚。确实，讲起着路易斯的时阵，就是讲，因为伊是加拿大人，甚至伊甲马偕牧师是同一个故乡的时阵，今仔日咱看起着加拿大马偕的故乡有需要，徛伫淡江中学的立场，咱会当为着因来做啥物款的事？所以怀恩执事伊原底掠做讲，我只要5万讲校校遮的学生，甚至遮的老师。那会当奉献差不多1500顶的即个喙罨就会使，但是伊无想到讲，大家的疼心遮尔大，来奉献6000副的喙罨，会当寄去到伫加拿大。我感觉讲，无论是台湾 can help， 还是淡江 can help， 这拢互咱重新去想，虽然。咱无共国家，虽然咱无共款的世代，虽然咱无共款面对着历史的处境，确实信仰甲咱靠调咧，确实信仰会当互咱伫互相扶持、互相接纳的中间，彼此来服侍。所以咱倒来到伫信仰的反省来看，台湾 can help， 也是淡江 can help 的时阵。其实就是互咱重新去想，当咱要去甲遮个事做伫智慧世的顶面的时，咱爱问咱家己，咱敢有忠心伫疼天父上帝的信仰？所谓忠心疼天父上帝的信仰，就是无论你是大细汉，或者是好也善。伫信仰的面头前，大家拢互相来扶持，互相来接纳。牧师嘛5万讲，伫某一天会当伫咱的教会嘛有材料画出讲淡水 can help， 会当互咱的疼来成做正人的祝福，会当透过安尼来领受上帝互咱的保赏，就是咱所做的会当得到结果。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其实再一次咧提醒咱，军队耶稣的人，到伫人群的中间，通彼此侍奉，互相来接纳，唔通伫遐互相相隔，唔通互相伫遐安尼来分大细。虽然做门徒爱付出代价，但是唔通袂记住，咱因为耶稣基督。互咱的身份来得到价值，咱的身份嘛，甲天父上帝有亲密的关系。透过这个身份，
咱互相侍奉、互相接纳，来伫基督嘅内底得到奖赏。愿上帝来扶持带领咱，嘛帮助咱，会当成做基督嘅门徒，互相来侍奉，互相来接纳，透过安尼来领受上帝嘅祝福。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愿感谢你，因为你赞阮互相接纳，互阮的信心通坚定，互阮拢会当得到完全的接纳来实现疼痛的人生。感谢主，你互阮会当伫信仰的实践内底来得到上帝的帮助。互阮所做的有意义，嘛会当做伫至美世的亲像，互阮会当互相来祝福，互相来帮助，也恳求上帝你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站，互阮会当时刻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落实信仰，互侪人来看见着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迄款的喜乐甲稳定。愿上帝你看顾阮，互阮会当成做是一间祝福正教会的教会，嘛通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手所做的一切，通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愿将这个事摆咧伫主你的手中，也愿上帝教阮三个弟弟。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